这个我进前，这个是啥？进前这个问这个啥？英哈书店的网站吼，登去了有死去一站啊。这几工我阁看见，阁挖起来变做中央研究院闽语甲客语啦吼，闽客语书店甲文献语料库。我来甲看卖啊吼。我看伊这语料库是啥啊？无，我遮书店哦，都要家己选书店。所以伊干那是甲夹起来呢。台里大书店、二台大书店、英哈书店、英系书店啊，系英大书店安尼。OK。好，安尼咱有机会，咱嘛来甲查一下这吼。但是这查询，敢若汉字尔哩。歹，我看卖啊。另外，伊拄只还有闽语拼音。English， 毋是。English 要安怎拍汉字 ？Chinese character 对啊，嘛是叫你拍汉字的装小的若要拍汉字的文献检索，文献有啥物文献？知名甲野马。譬如讲，腔口，汉字甲拍腔口，超车，无一笔都无，长乐。长乐超车，车教会公布，而且是汉字吼。这个网站是装小的就对了。文献的范围：教会文献、台湾民间文学集、民间戏剧。这其他的网站毋是拢做了比佫较好啊？这中央研究院名挂甲遮好听，结果做这若笨手了好，咱继续看啦哈。本落本地台湾山地门好，顶回读到山地门吼。咱搁对遮搁开始读起，对索尼瓦沙无海有安尼所在，沙无海拢无人来，汉字写沙无海吼。搁来是对斯马加达亚奥斯特利，汉字写马加当下，另外是斯马加达亚威斯特利。所以乌斯特甲即个 west 就是东甲西啦吼 ，east west 嘛吼。马加西社，沙巴诺拢无人来，对沙巴沙里林来出色，伊被任命取代摆卡的布拉来，赠送沙里林一包薰草。对卡拉多Titeron 因为破病无来，但是派伊的后生来出色。沙罗蒂也无来，虽然如此，两人拢互因煞令，并赠送一包薰草，互前来的即个后生。对沙
沙巴迪达朗无人来，对沙巴弄无人来，对阿巴苏昂塔萨古地家己来咯，互伊刷啉并赠送伊一包薰草。对德鲁南尼米辛迪古罗家己来咯，互伊刷啉。如果因为伊解救了规个居民，互因得免被敌人杀死，赠送伊一匹棉布甲一包薰草。对西多拉布达里多，因为年老无来，因为伊已经袂当胜任伊的工作吼。应该是胜任吧？我来查一下吼，胜任即个胜啊，伫干字典汉字担当会担伫吼。担当诶，活动力吼，活动担当活动力，活固力，活坎力吼，即种叫做升，可能是第一条啦吼，升啊赢极好，个头加天，有令人诶收息，或者是得胜吼，拢读做胜吼。胜是会坎得，啊胜是赢过吼。哦，所以就是搞破音啦吼。所以这只因为伊已经袂当升第一条吼，转变调变第7条吼。因为已经袂当胜任伊的工作，所以任命老大来接替伊的职位，赠送一包薰草予这个老大。对加罗昂案无人来，对斯巴迪奥尔纳果案家己无来，但是派别人替伊来出席伊刷啉，赠送前来这个人一包薰草。对高树骨高色高吼，高树骨即个村社有11户40个人，拿无落来出席，交一支罐汤互伊。对 Spoero 这是一个新的小村社，帕多罗洞因为脚疼无来，但是派伊的仆人来交罐汤互即个仆人，早转去互巴达罗洞，也赠送伊一匹棉布甲2包薰草。哦，安尼人事命令都读煞哈。所有即寡代志拢按照历年的停事办理，一个村社来调件，劝免迄寡长老务必竭尽职守，以及相关事宜了后，由迄寡翻译员分别用无同的语言。大会宣布已经伫北区地方会议宣布过的迄寡事项。你看荷兰人迄个荷兰时代，迄当阵的台湾吼，迄个语言拢无共吼。对，那敢若一个联合国安尼吼。竭尽职守即个节我又阁袂记啊，我已经查查第毋知第几遍啊，第10遍啊有啊。我阁来查看这里。get 吼 get 啊 get， 我拄则无变调啦吼，应该变调。竭尽职守。就是用各种语言大会宣布，已经伫北区地方会议宣布过迄寡代志了后，先甲捌担任过马里无伦社长老加朗所犯的通奸行为的宣判，用南部的语言真清楚来宣读，然后就伫咧大众面头前又用金条鞭打吼。这个金条，这个金字我不要读，我看嘛。
金读做经吼，翅仔长吼，所以翅仔长是有翅仔的哦。经吼，荆棘嘛吼，就是翅仔。拍人的器具嘛，叫做经哦，所以毋是啦吼，应该是一般用来讲拍人的器具就叫做经啦吼，经啦吼。人自欠称某的字叫做拙经拙经啦吼，拙经这大家应该知吼，拙经就是拙经吼，会当安尼读吼，拙经 CHOAT 吼。拙经，好经，然后呢，就伫咧大将面头前用经条鞭拍，处罚了即个罪犯了后，就遵照法务会议本国个4号的判决，甲以含伊通奸的迄个负责人用共款的铁拳，甲因的红棍锁掉，然后送因转去因的村舍。即个代志执行了后，即个期间倒啊也拢处好啊吼。张老呢也拢转去到因的座位，按照惯例用食物甲饮水吼，就是食物甲水啦吼，来交代因。互因轻松愉快，食饱了后，因大部分的人就欢欢喜喜伫夜间启程，转去因的村舍去咯。张官阁下因为感觉身体无爽快，所以上述开会了后，就先转去台湾咯。迄时对人抓城堡用大炮发炮，迄寡福尔摩沙议会议员也伫咧要暗嘛拢转来到台湾。公司的士兵也拢转来咯，就安尼，今年的地方会议又搁全部拢办煞。风，你是对南方暗时透你是吹南风，暗时透北风，天气非常的好，温暖。今仔日有11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这入港，坐255个查甫甲28个妇人人再来下个号码1000两。1000两的银锭，19锭读锭但是也是一工字啊吼，19锭的黄金，这里我查一下好啦吼，锭甲锭，就是一锭的锭边啊一个金字边吼，就是有2个音嘛吼，一个锭一个锭，我来看锭甲锭差别伫倒位。祭祀的盘有骹叫做锭吼，金银铸成地，一块一块叫做锭吼。金锭、银锭、聘锭吼，就一块一块金仔倒，就叫金锭、银锭吼。啊，读锭呢叫做金锭、银锭。或者是立银锭，立银锭是什么意思啊？紫金锭吼，一种毋知什么金属吼，紫金锭。哦，伊嘛无讲什么情形读锭，什么情形读锭吼。但是一般拢读锭，锭应该是白话音啦吼。所以即只1000两的银锭，吼，读锭因为头讲读锭嘛吼，19锭的黄金，吼，好，38担铁211捆粗纸，291担盐，209的铁花，55斤油，2担皮啦吼，皮革吼皮，27担茯苓，楚醋。嘛有可能是指菜头吼，茯苓甲菜头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共款名的款吼，荷兰文吼。3道钉仔440捆的刀管，100个烤 jas， 这啥物件？会对主角看者吼。烤 jas 也写做烤 jas 吼。
或者是烤食哦，是一种食物，但是是对一种食物太考吼，爱个考证，毋知哈。3包日本的薰草50支纸雨伞吼，油纸雨伞，3包面部7片的白绫，6刀的豆仔。这豆仔讲有时嘛是指小绿豆蔻，有时指核桃，有时指豆仔或者是土豆。一般讲，本卷对台湾云龙希那应该是小绿豆蔻，对希那再来台湾应该是核桃。核桃啦吼，我甲读做核桃啦吼，因为即个核就是会当读核吼。我查看有即个物件无？书店，就是台理大书店有收吼，就是读做核桃吼。即个肉豆蔻我搁较早一个吼，我即个蔻我记会当就是直接读蔻音。哦，就是读做苦，或者是孝哦，老孝、老孝子、老孝壳、老孝花。苦是草结的花籽，有热挂芳，豆蔻。哦，豆蔻伊就有一个词叫做豆蔻哦。我之前拢读做豆蔻吼，小玉豆蔻哦。早者即个词伫台语敢有出现过？豆蔻，玉蔻，台理大书店有收啊吼，玉蔻就是肉豆蔻吼，玉蔻或者是玉豆蔻吼，玉豆蔻，所以我之前拢读着啦吼，绿豆蔻拢会使，绿豆蔻拢会使，规则叫做玉豆蔻可用做健胃驱风。调药剂，毋知呢，毋捌听过即种药啊吼，玉豆蔻吼，或者是一种食物名吼，大的玉豆蔻的类叫做老孝哦，拄则迄个蔻嘛，则读做孝，就是共款汉字老孝、老孝壳、老孝子、老孝花，就是豆蔻。白豆蔻是白豆蔻哦，白豆蔻。豆蔻就是豆蔻吼，好。我讲即个豆仔，拄则讲6刀的豆仔，这豆仔应该是小玉豆蔻吼。10捆的茶帮166支条仔，340支茶，甲1万倒遐。好，地方会议即天读煞吼，3月11号。过来就较紧啦吼！拜六乌阴有凉风对北方继续吹来。今仔日下晡考境的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，开会内容会当对决议录4期今仔日的决议详细看到。有一只小胖船对平湖来到厝地做狗的查甫甲载4只牛。3月12号礼拜日。好天透西北风，安晓日敬拜主。有一只北上的胖船对本岛北边的南坎来到遮，船顶坐15个查甫，载来下日的好物，72担鹿仔肉，1担半的鹿仔骹，甲700领的鹿皮。阮对即只胖船收到下设商务员 Peter Van Milder 先生对淡水寄来一张批。4期是本国个找伊，批里无特别重要的代志，主要的
抄写伊做军伫2月17号经由陆路寄来互阮的迄张批，根据该批内容，因还阁咧听候一支军队经由陆路去因遐去报复迄寡叛徒伫遐，互因所造成的严重的麻烦甲藐视。迄寡叛徒伫2月底竟然敢大胆放刁，因将会伫做军带领比以前搁较侪、搁较大的武力来攻打迄个碉堡，并且要杀死、惊死以及伫迄一角位所看到的一切。然后因会逃走去荷兰人所无法度到的即个深山里去种因的纠缠。迄个叛乱的伊庄头叫做拿辖西奈尔吼，拿辖敢若即嘛即个迄个林口，迄个叛乱的村吼拿辖的头目，做军带着全家的人去阮的朋友遐表示亲切的后悔吼。伊流着目屎来讲，因含即场叛乱含战争是无关系的，迄是由该社里一阵暴动的人所造成。因但愿会当阻止迄寡人动手。虽然如此，即个马赛人就是上述拿下的头目吼，佮一再劝告上述叛乱的人去请求赦免，但是因回答讲，因知现任的公司主管对造成即场战争是无责任的，迄是由已经过身的迄个前任的主管所引起的。虽然如此，因现在嘛是要赶快要发动战争等等。3月13拜一，以前有听讲有一个住伫倒山骹迄个湖边仔的农夫，倒山看啥物所在？倒山指大公山吼，大公山就即嘛，哇，即个湖伫南路，所以即个湖呢，应该是伫公山阿公店水库迄甲位啊吼。好，来咱来看觅啊。阿公店水库，我足细汉就听过即个水库名咧。我最近也是，即敢若是较早电视有咧播吼，有讲即个阿公店。即吼可能田乡兄可能有印象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我印象中迄当阵的电视台吼，佫会播一寡台语剧，但是是台语的迄种历史剧啦吼。啊，我颠倒感觉迄当阵的台语剧是其实是有本土味的，就是讲，伊会伫取材用即个，比如讲，我拄则讲阿公店啦吼，比如讲西螺七坎啦吼，就是用迄个地方故事去做题材去拍一出戏出来，安尼吼。好，阿公店水库伫遮，即嘛公山啦吼。大公山应该就是即个位啊啦吼，但是我毋知影是毋是，因为水库绝对是后来才做。好，等下我来看一下阿公店水库的遗迹别克的小概。阿公店水库，好，阿公店水库兴建开始伫个日治时期，1942年，已经日本无啊，然后日本时代无留啊吼，2、3年就走啊吼。后来因为
做大水吼，破坏日中继兴建计划。所以日本时代其实是起无成哦吼。战后由即个台湾省公共工程局接收煞建吼，所以是战后才开始起的啦吼。日本时代起无起来。1947年，台湾省政府建设厅水利局成立了后，加紧兴办。1953年完工。OK， 1953年完工，所以我最近啊，迄当阵这水库才完工10外冬尔吼。连理自完工运转了后，因为顶油上游啦吼。上游做即个土白膏啊吼，泥岩啦吼，地沟严重来积住吼，积沙啦吼，水库有效用量由2050万立方米减做590万立方米，剩差不多三分之一较加尔安尼吼，减2/3去吼。若讲防洪的功能不彰，也严重威胁到即个大坝的安全。集水区内底有真侪池池雨吼，地沟水质严重劣化吼，因此为着要恢复水库原有的防洪降水的功能，1997年开始执行阿公店水库更新工程计划吼，20几年前啦，1997年，1999年，算腾空应该就是甲水甲排掉的款吼，排掉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水库底的即个疏浚啊，应该是就是开始乌刷啥吼，并且兴建越溪引水路吼，越域引水路吼，就是跨区域啦吼，应该越溪是应该是意思啦吼。引水路引基山溪的水经涉越溪排放道，将100年以上的频率的即个洪水排放伫个二林溪，并且实施集水区池底废氧，就是池底袂使爱停起来对。更新计划目前已经接近完成吼。我就说1997年这更新计划一直执行到即嘛，20几单啊。2005年底恢复蓄水，应该是读做，等下查一下吼。我即摆水看，蓄水是蓄水，跳还是跳，还是蓄吼？这我较早捌查过咯，跳还是蓄吼？意思拢相像吼，积资收垦涵养积跳吼，所以咱就读跳啦吼。蓄应该是我咧摇蓄是文言词啦吼，跳是迄个白话音，我摇的吼，因为我到即马佫毋知影对一本字典就专门咧小解讲这是白话音，这是文言音吼。读到倒位去？伫个即个维基百科吼。2005年底恢复蓄水，2006年6月重新启用，并且伫每一年6月到9月诶汛期啦，汛嘛爱查一下，汛期吼。汛是啥物意思？汛就是蓄水、堤防的所在、堤防的所在吼，汛防、汛堤吼。所以啊，讲2006年6月重新启用，到都要10年啊吼，9年啦吼。
已经重新启用9年，并且伫每一年6月到9月盛期的时阵，实施排空防污的措施应该是读措施吧？对错吼。伊有一点哟，安尼就头先错。我看觅啊，台里大书店有即字无？无。措施，查遮找台语。错。敢若监理店甲教育部书店拢错吼，错是铺设用复然排列举起。好啦，就是阿公店水库就是小概安尼啦吼。我看觅后壁遮普利式的太阳能发电站，经济部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为着要配合蔡英文政府所策动的2025年恢复家园政策，针对所辖的即个霸堰库农区架设普利式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规划。伊无讲一寡阿公店的故事。为什么我细汉的时阵会听过阿公店水库？到底是迄当阵电视是为什么播着？我嘛袂记。我印象最深的阿公店，因为我自细汉就听过。好，来，转来遮吼。为什么读到遮来吼？倒山啦吼，拄则讲有一个伫倒山荷兰文是写 Tafel Birch。我来查一下倒山。copy。倒山去找，竟然是伫南非。真正是南非的一个倒山。来个定来吼，3月13号拜一，伊早阮听讲有一个住伫倒山下底迄个湖边仔的农夫，用土做了一个水库，一个水坝吼，引雨水的水去灌溉伊的农田，要互伊的农田搁较肥。但是该湖的北乡认为讲，迄个湖的水会因为迄个水坝来流失大半。地沟无阁适合掠鱼，所以将迄个水坝拆歹去，因双方因此互相争执不已。阮为着考虑这两个当中，倒一个是上好的选择，所以就是讲要甲迄个所讲的迄个水坝毁坏，来维持该湖原来的水深，或者是要甲迄个水坝留落来，来互附近的农田有水通灌溉。互迄寡田搁较肥起来，
并且因此来吸引更较侪农夫去遐种植，并且要去详细考察有关的各种代志，所以就伫今仔日指派 Frederick 归伊阁下该动 Peter van Alphen 先生做代表去遐考察，以便因转来了后会当互阮有关的正确意见，为着要互贸易尽可能阁较活络起来，并且鼓舞希腊生理人，所以伫今仔日伫各处打中文公告宣布有数项商品伫一礼拜中间，阮将会以固定的价数来收买。即种收买情形只限定伫该礼拜一礼拜内底，袂继续袂互因延期吼。有3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118个打补30个渔人人甲下日的货物，196捆的粗纸，463个铁的饭碗，103担盐，208包西南的薰草，1000袋虾5支条6担铁，350捆稻罐，2包日本的薰草。3月14号拜二。因为厝地的烧麦已经开始咧漚去，已经开始烂去，所以阮也无及时来设法补给，无疑问缺粮的情形必将搁较严重。因此，阮对此考虑了后，决定要命令肖朗的政务员 Cornelius Verberf 设法甲伊迄个地区的烧麦由物资尽量较紧再来遮。公司会真乐意来付钱互因，用即个方法，阮相信厝地的粮食问题就会当得到真合适的解决咯。中昼小可落雨，天空乌阴。凉风对北方吹来，有2只小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，合计做17个打补甲下日的物件，就是21担盐甲40捆的稻罐。还有一只细只帆船对平湖来到遮，做8个打补人甲下日的物件，11只洋港甲8罐海螺。上述对西南来迄2只小帆船当中的一只，早着下设商务员 Hendrik Levery 先生对，我佫袂记啊，纪实卫吼。即是广州的广东的一个所在啦吼，纪实卫，之前有早过啦吼，记的石碑吼，读做 get 吼，毋是个竭尽心力的竭，读做 get 拢平音共音啦吼 ，get， 按着记做迄个 get 就会使吼，所以是结石湾吼，结石湾即个所在。我来讲，上述对西南来迄2只小帆船当中的一只，早着下设商务员 Hendrik Levery 先生对结石湾吼所寄出来一张批来交阮，批里甲阮讲，伊还阁含其他的人同齐被受禁伫遐。例外的，即间有一个人被送去广州，这是阮收到的伊讲捌互阮的5张批。当中的第1张，也是唯一的一张批，事期是今年2月初3。对这张批，阮知影讲，因释放的代志一直被当地官吏用花言巧语，乌龙水道吼来甲阮算搪塞是哈应付啦吼，乌龙水道乌白讲就对啦吼，来甲阮应付，完全无结果。伊是写转弯抹角的搪塞吼，都翻译做乌龙水道吼，完全无结果。阮会速行对广州寄过一张批，互即个官吏促请伊释放因，但是拢无收到效果。虽然迄个官吏进前已经答应要释放因，但是拢后来又搁改变咯。
即个答应伊释放伊会对第三个注脚讲，结招话会管理发互快艇 Williams 和顶头的朋友的中文通行证的翻译是安尼写吼。我哋后来又搁改变咯，提起讲，伫五方的人对广州交付1000两金银，互因以前迄寡人犹未当得到释放。这互因感觉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因已经被受禁踮咧遐尼啊久。伫迄个期间，因也对广州收定20两金银做生活费。今年2月初2有一个上述官吏的仆人对广州来到结招话，伊是1月23号离开广州，也对广州早的消息来结招话讲，伊离开广州以前，阮准荷兰人自由贸易的消息已经对北京传到广州来咯。这个仆人又佫讲，伊亲自看到荷兰人无用伫对荷兰准伊甲货物搬到陆上起来，而且广州的藩王也已经下令，总算是下令，准备2只大的篷船，以便伫无偌久的将来，开动迄寡荷兰船同齐出航前往巴达维亚。即张批搁较详细的内容，会当对书信簿仔里看到。即个 Lavery 的即张批呢，附件有4信阁下对广州寄互伊的一张批的一份抄本。对4信的即张批，阮看到讲去到广州上岸的人总共20个人，全部拢严重受伤。因为迄只快艇Williams号来到结招话附近，或者是头前时阵，即只快艇顶的人捌互9只篷船来追击。因为即寡受伤的人已经伫遐广州，由阮的医生完全治好咯。此外无其他重要内容。迄一张4信的批是伫4期今年的正月初3。我头壳爱困啊，歹啊，饮遮水。3月15号拜三，天气良好，晴朗温暖，有西北微风。今仔日有5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，坐169个大波载去下日的货物。34426斤鹿仔肉，41413斤帝王鱼，24415斤咸鱼，1000尾的乌鱼，757斤虾啊，10000个150斤的糖水，271斤鹿仔骹。200斤福尔摩沙的藤，10担巴达维亚的藤，150担胡椒，30担丁香，15担木香茶香啦吼，100担麝，21担梨茶儿茶吼。梨茶是啥物茶啊？我看下。梨茶，一种中药啦，看起来咱敢若一块一块石头尔，咱敢若石头。好，继续。10担大香木，20担苏木，3担母信节，这毋知啥物件哈，3担地麻。26担鹿骨啦吼，5捆的沙鱼翅吼，6刀的油豆，9刀的定拿，甲20罐的乌菜。3月16号拜四。
温暖的天气，透南风，规国下hạn慢。然后分析今仔日转来台湾报告讲，因发现迄个湖，就是关于即个湖的代志，咱已经伫前本国月13号已经提起。在公山遐迄个阿公店水库啦，毋那因为以前迄个农夫所做的即个水坝，地高水位下降，迄个湖有真侪所在啊，因为自然的因素来打去咯，已经变成用来种植比用来掠鱼搁较适合的所在吼，所以湖已经无去啊。根据新仔人所讲，因为迄个土地真烂啦吼，但是真肥吼，一年会当收两遍吼，而且有真侪新仔人来收两遍，意思就是早冬我煞袂记，就是早冬甲只暗晚冬吼，我煞袂记迄个词安怎讲。我今仔日读课已经讲啊吼，因为今仔日公司足无用诶。一年会当收成两遍就对啦吼。而且有真侪新仔人来伊国下，即个规国下表示会真渴望会当去遐种植吼，公山啦吼。所以迄个湖即嘛应该毋是即嘛阿公店水库啦，因打去啊吼。3月17号拜五上午，即个咱野城堡法务议会开会，平静温暖的天气。透南风，有2只小胖船对平湖来到遮，坐12个查甫载来下日的物件，14担盐，2个铁的饭锅，2罐鲜仔的烧酒，4罐海螺。3月18号拜六。今仔日伫福尔摩沙议会呢，商讨关系着即个岛屿北边的淡水甲鸡笼的代志，并且决定要用快艇罗提兰特号含阮迄只细只尔港船来送士兵去遐，而且即个议会议员也认为讲，由巴塔比亚的国下派来处队调查，是毋是会当设法来吸引新仔人来。鸡笼交易的迄个下设商务员Johannes van den Enden 先生呢，为了即个目的，拄好会当去遐，所以选伊担任上述迄2个城堡，就是鸡笼甲淡水即2个城堡的最高掌管者。因此呢，伊阁下将会含即道派遣的士兵同齐出发去鸡笼，阮也要准备一份派去遐的详细指令，互伊查去。会议有关的各种情形，对今仔日决议了会当详细看到。天气和昨相相真舒适。3月19号礼拜日，透西北风，天气真好。今仔日伫教会做礼拜。3月20号拜一，同款的天气，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25个查甫，再来下日的物件25担的盐，甲20匹的白色的面布。3队有9只胖船对此队出航前往西南沿海，做280个查甫，甲下日的好物。35717斤鹿仔肉，1160斤虾仔，12161斤咸鱼，67497斤帝王鱼，3425斤大鱼，17100斤糖水，2920无乌鱼，641斤鹿仔脚，750担福尔摩沙的丁，23担鹿骨，4篮虾仔粉，1000个油豆饼，670担胡椒，136担蟹，76担一级品的丁香。210担盐，87担木香，10担梨茶，162担大香木，10担苏木，36罐乌贼，3捆地麻，8大刀的面粉，10道肉豆蔻甲140斤虎皮。因为伫4月中又搁要举行全面性的福尔摩沙的春夏交易专利权BO 的即个掠鱼的专利权，河流的掠鱼专利权的白卖大会，所以今仔日阮用书信通过派驻福尔摩沙的所有政务员，命令因爱调查看伫原住民甲北商中间对伫白社有啥物
complaint 或者是困难的所在，若是有，就要必须要尽量较紧用书面送来互阮知，互阮得以考虑迄寡状况来设法改进。阮通过的内容会当对即寡批信看到。即几工有听到讲，伫附近台湾的小人，伫台湾附近的小人社甲即个毛豆社居民当中，有人忽然间真紧死去，大家拢毋知影因是着啥物病，因拢伫咧颔管有发一寡蓝色的即个斑点，甲一个肿瘤，2-3工后就死去。就安尼，已经有真侪人因为染即种因为带即种病来丧失性命吼。这是啥物病吼？愿万能的上帝对此会当赐下怜悯，阮恳切祈求神收回伊伸出来要打击即寡可怜人的手，并且伸手来丰丰富富伫各方面祝福即块全部的土地。阿们。阿面啦吼，阮也对农夫听着讲，现在当咧收割的福尔摩沙的小麦等等的即个农作物收成真歹，将无法度达到旧年因收成的一半，会造成即种结果的原因，是因为南方吹来伤早，即种伤早透来南风对即个社会无好，因为会欠缺即种切物。也对农夫真无好，大家拢难免会遭受到损失，特别是农夫会损失搁较侪。阮相信讲，因所讲的是真实的情形。譬如讲，伫小人附近迄一大片种即个五角诶，即个农田伫生长，伫生长的时阵，拢发甲真好真水，但是要收割的时阵，都无策略通好收。3月21号拜二，游玩是好天。伫咧本国月18号国语了日详细记载迄则通告。今仔日用中文打出公布，并且卡罗显化来宣布。有7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56个查甫，22个查某，并且载来下列的物件：133担半的盐，83捆的粗纸，275包西南薰草，200斤油，495个铁的饭碗，180匹又搁32包面布，300捆的刀管，100领草尺，8捆的书写用的纸，19支的油纸线，19匹有架纹的即个布料吼，一格一格即种纹路，即种纹啦吼。布料，1刀的刀3支条26锭黄金，甲1000两日本的即个银锭。有一只小帆船对平湖来到遮坐7个查甫，载来20担盐甲1捆粗纸。剩几分？剩2分钟。好啦，3月22、23，甲做一工，这就后回再来念啦吼。今仔日读到3月21啦吼。来看一下笔记吼。咱即马真老练吼。愈来愈老练。我看觅绝经吼，古早查甫人对外甲小解家己的家后某，诚歹听吼。咱台湾人讲牵手较好听吼，所以莫有即种吼。乡土剧亲情无计较。意思台湾，其实我就安尼看，所以我毋知啦吼。台湾人各有看则，因敢有像阮较早讲用即个地方的即种故事做题材，我毋知吼。世间路，夜市人生。好，肉豆蔻，华语名兰屿肉豆蔻，台湾名台湾肉豆蔻。
其实我毋知影呢，这物件哦，查东、孟东哦，毋是门东，门东，查东啊，我查者吼，查东。CHA 第二条当 TANG， 查东是第一期的著作，叫做查东吼，受查东。啊，那第二期咧，孟东门东啊 ，MNG 第二条叫做门东，或者是梅东。第二期的收歌叫做。梅东、门东，汉语写是远东啦吼，华语读做远东吼。我真正袂记啊，但是我毋捌听过门东呢。我查即个远东吼，远东就是远东的即个另外一个读法吼，远东优秀，吼，大你大书顶有写远东吼。第二期第二期的即个水流的修成吼，查东远东吼。我的麦无开哦 ，Hello。我知，我即马好，安尼有声吼。我拄则毋知为虾米卡掉咧啦吼。我拄则咧读笔记啦吼，啊，我毋知影当时无声去诶，但是我甲笔记拢看过一遍啦吼。哦，安尼咱完全无听着。嘛是哦，笔记自头到尾看过一遍啦吼，远东。你刚要开始看笔记的时阵就无声，就无声。好，不要紧，我看过啊，你应该拢看过啦吼。好，感谢各位啦，咱今仔日我才拜四吼，各位遐拜五安尼，搁休要搁休礼拜吼。咱早礼拜日再搁来读即个出师线吼。好 ，OK， 安尼感谢各位啊，后礼拜再搁继续吼。好，多谢，再会。大家。